豹哥被人家限制2天内搬出花卉场，完犊子了！这下火爆哥不知道要去哪里拍视频了。风餐露宿没有一个固定场所，火爆哥该何去何从呢？接下来我们去看火爆哥要搬到哪里。兄弟啊，我那边场地被人家征收出去了，我先来你这边留宿几天哦。来，抽根烟，兄弟。哎，不用了，我不抽烟，谢谢了。你放心，兄弟。这个小院你随便用，你想用多久就用多久，反正我在，没人会赶你。兄弟啊，有你这句话我就顶了。不过我火爆哥呢决定了，我要弄一个1000多平方的庄园你自己用，以后谁都赶不了我，我真係火爆了。不错哦，那今天你带了什么菜过来？哦，今天带了几条棍子鱼过来。哎呀，火爆哥啊，搞那么大的工程，你这叫我吃几条棍子鱼啊？你慢点啊！哎呀，兄弟啊，你要看是谁煮的哦，我给你弄得很好吃的哦，你等着。黑街的鞋爺，夜夜也愛在此。玻璃樽空罐子，夜火燒去冚時。有心的零時，造就暢快日子。喧嘩中燒報紙，去寫宣泄定義。不知社會，不知世間發生着任何事。永不閱讀文字，不給勸解，不給制止。最厭惡發覺野莫告知，兇狠對打，被擒絕未怕。警方廢話，像全是笑話。青春太多，燃燒到盡要作罷。給這些讓甜夢暫借，躲於貨車，被明月貪食。青春換寫，從不往後看昨夜。黑街的牆旁，暴露冷冷目光，知不知這個方接本陰暗流汗，深宵中人們路過這地方，失宿中不作聲，絕不可以亂望，不想捆綁，不想時光，理想夜遊蕩，晚風伴着流浪，不死惡黨，不死眼光，誰厭惡去看？命運似風，兇狠對打，被擒絕未怕。警方廢話，像全是笑話。青春太多，燃燒到盡要作罷。給這些，讓甜夢暫借。來，兄弟，嘗一下這個大工程的晚餐。哦，不錯哦，看起來有模有樣啊，一定很好吃。不錯哦，但是我還是喜歡通心班。這樣呢？你有啲咳橋哦。不是客條啊，但是你下次過來的時候還是當通心班過來。好的，那我看拿不拿得到貨吧。吃吧吃吧。好好好。